一度嘅香港花卉展覽今日開始，一連10日又喺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啦。記憶所及，以往我每一年都會嚟參觀嘅，但今次好唔同。今年我第一日就嚟。點解咁心急？花花草草嘅嘢，如果落一場雨，又或者暴曬幾日，佢哋嘅可觀性就會大打折扣噶啦。今年嘅主題花係秋櫻啊，中型花瓣有幾種顏色嘅，雖然唔算嬌豔，但都好討人歡喜噶。大家嚟到要睇多幾眼啦。每年都一樣啊，最多人圍觀嘅就係喺中間位置嘅鬱金香啦，用水泄不通嚟形容，絕對唔係誇張嘅。鬱金香係屬於春天嘅花，佢普遍代表為他人着想同埋博愛，仲有永恆嘅祝福。